ดีค่ะเราหูยาเตี้ยเลยยอดไปป้าเก๋ก็มาเห็นอย่าเพิ่งห้าเลยให้ปั๊มมีเลยลาดเฉาปาลีเขางาคือเราหูโชลีวาลีหาซักก่อเดียวเชื่อตาวิโยเลยจะได้คือมือตาวิเชลเลยปล่อยติก่อดีเข้าไปเจเลยให้ปั๊มมีงาคือเราหูยาโชลีวาลีหาซักเชเวเดี๋ยวพอเชเวเลยงาคือ对吧？是这个好不的哦，不保证越的这越别。各位领导，照片在多少钱里面？先生们，多少钱买火饼买老哎呀，喏，他这个。蛮潮，把里头。今天什么这看不的叫不这个是没？阿婆二年福节，这那个很无聊为了不要给你的没？前来参加的你快把把给我们加油去吧。同胞们，我向你们荣幸的介绍一下前排就坐的各位领导。云南民族协会老福州壮年委员会会长李宗瑞先生，看人家了是吧？云南民族协会老福州研究壮年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平女士。董会正副镇长，郑焕燕副镇长，马走嘞，帮忙了了。云南民族协会老福州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苏翠薇女士。云南民族协会老福州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张振宇先生。孟林县老福州协会会长李小刚先生及我们孟林的老福同胞代表，请站起示意一下。义溪市新平县老福协会会长董江祥先生及我们义溪同胞。西双版纳州老福协会会长王崇宝先生及老福同胞。西牟县老福协会会长张娃及老福同胞，请示意一下。谢谢我们西牟的热烈掌声。义溪市新平县老福协会副会长杨崇德先生。西双版纳州老福协会副会长李海荣先生。孟林县老福州协会副会长艾怡。孟林县老福协会副会长刘启林先生。云南民族大学文化学院退休教师李大拉先生。泰国的老福同胞和澳大利亚的老福同胞也是辛勤再次参加了，来到了法国。那个他们那个老国家的可以做了呢，那破这个毛蛋子哈。
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，来自五湖四海的亲朋好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拉虎木里的木了呀，搞罗罗，啊破气破，一下搞，罗罗罗罗，阿波兄弟，你去你好，去表下呗，我你有好好路，弟弟普呀，罗罗嘎罗大呗，阿婆阿鲁尼，福禄节，搞罗罗呗。拉户山乡，万象更新，春潮澎湃，百舞之乡，春暖花开。喜迎宾客，在这吉祥的时刻，我们又迎来了1年1度的阿彭阿罗尼福禄节。不噶，那咖啡嘞，打开杯的把嘞，我打底嘞，这口嘞，阿婆阿鲁尼，破给嘞他，那时间你打那呗，起码把和他有那个有，我去客家手。回来，问俺那个七婆五婆来干那边拉回家，在哪户看着他，他有来亲我啊，我去，我不回家。在此，我谨代表群众饮食人员，为顺利举办这次活动而付出辛劳的各位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，同时也热烈欢迎来自国内外拉祜族同胞在这里共同欢度2024年阿彭阿罗尼福禄节。哦吼，打开杯的呗，打这个啊那边有嘞。下面晚会正式开始，首先有请班立村文艺队为大家表演。这些都是老百姓的，非常伟大。lọc lột tạp thị mà theo đấy là như tạp thị mà theo yếu主要有葫芦笙、列都嘎、小念、象脚鼓等，其中象脚鼓器型圆润，鼓声浑厚。在欢腾的鼓声中，我们播下希望的种子；在铿锵的鼓声里，我们点燃心中的梦想；在激荡的鼓声中，我们激情释放。下面带的是拉祜鼓韵，有请孟莲学会做好准备。
可以打掉。